Hello，咁多位，大家睇開我華強北嘅頻道，就知道我最中意將華強北所有嘅唔同產品揾晒出嚟俾大家。今集我又好辛苦咁揾咗一啲高級版嘅機械錶影俾大家，大家可以睇下而家最新嘅質素去到咩地步，同埋大約價錢係幾多先。今集我哋講完機械錶之後，再講翻電器，大家慢慢睇埋落去啦。上次就講咗啲 GMT， 今集呢就會講一啲地通拿嘅款式啊，唔係講笑，勁高質素啊！呢幾隻二手市場都20起跳啊，而華強北俾到你嘅價錢大約係1/20再低啲啦，所以大家值得期待下呢一集講乜嘢啦。當然除咗地通拿之外，我都會講翻幾款入門少少嘅錶款嘅，主要係影下個樣俾大家睇下，你都唔好話戴埋上手之後真係非常之型仔嘅喎，平平地入手嚟玩下呢，都絕對係可以考慮嘅。不過今集呢，我就冇真錶做對比啦，因為呢啲款太高級啦，我亦都冇咁多隻。睇得多華強北嘅電器，都睇下華強北另外一種高科技產品啦，起碼知道大約價錢有乜嘢款式，究竟係咩質素都好啊。好，即刻開始。第一款介紹嘅機械錶係116500LN 啊，即係黑白熊貓嘅地通拿款，亦都係熱賣嘅款式之一。而頭呢一隻呢，仲要係極高仿嚟嘅。今日介紹嘅款式呢，就高質素好多噶啦，就同上次唔同，全部都係高質版或者極高質版嚟嘅，價錢就大約2至5千蚊。淨係揾到呢啲錶款影俾大家都搞咗好耐啊！咁個定價點樣嚟嘅呢？除咗外形之外，佢個機芯都會有分別嘅。咁當然大家就唔好問我啲機芯有咩分別啦，我亦都答你唔到嘅。我哋主要睇翻呢個機款嘅外形先。左邊就係我喺 Google 揾嘅圖啊，而右手邊就係華強北極高質素嘅版本啊。大家有需要可以撳停個畫面嚟慢慢欣賞下，對比下有乜嘢大分別。當然呢啲機械錶真係機械㗎，你只要熬下佢嘅話，你就會聽得到入邊個機芯上咗鏈㗎啦。當佢上咗鏈之後呢，其實佢個秒針就會行㗎啦，好似呢隻地通拿咁樣，喺下邊個錶圈呢，佢就自己個秒針喐緊㗎啦。當然 YouTube 入邊就好多專家嘅，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呢，都可以留言話翻俾我聽，究竟有啲乜嘢分別。第二隻就叫做116519LN 啊，係白金嘅灰面啊，呢一隻又係型到核爆嘅。首先佢係為數唔多嘅地通拿款式，係配備咗膠帶嘅設計，貴重得嚟係有一種運動感喺度啊。都係同樣啦，大家有需要可以暫停個畫面望下個對比啊。呢一款又係極高質素嘅機械錶啊，戴埋上手呢，真係唔係講笑，我都覺得幾有型啊。又要戴翻個頭盔先啦，拍得呢啲機械錶呢，係想話俾大家聽，而家嘅科技去到邊一度啊。就好似華強北啲產品一樣，我梗係主張大家係買原裝正版噶啦。但係如果大家係要性價比嘅，當然係華強北嘅產品啦。而介紹咗頭呢兩款呢，係高質素嘅，之後落嚟嗰啲呢就高質素。大家要用下你嘅眼力睇下有冇分別啦。第三隻就係116515LN啊，係玫瑰金嘅膠帶版本。介紹到呢度，大家覺得今日嘅地通拿呢段片正唔正先？老實講，地通拿膠帶嘅話呢，起手都起碼要20以上噶啦，我啊真係冇乜辦法揾到啲真錶去對比啦。大家專業嘅人士望下段短片，覺得有冇啲破綻位呢？絕對歡迎留言話俾大家聽啊！一係唔睇，一睇就玩到最頂尖嘅呢一隻勁啦，116508係黃金綠嘅地通拿，就咁嘅售價應該超過50或以上啊！另外值得一提嘅就係所有嘅手錶呢，除咗錶面錶玉非常之相似之外呢，佢啲錶冠啊、logo 啊、錶帶啊，手感、重量、質量都非常之高嘅。華強北絕對係你一個想象唔到嘅地方。又攞翻幅圖等大家對比下先，係咪就咁望都已經有90%相似呢？其實如果你喺現場，隻綠色就更加靚添啊！雖然條錶帶我就冇乜特別教導，不過戴到上手呢，都真係唔講得少。咁多位觀眾睇到呢度，今集係咪有啲特別呢？俾個 like share 俾朋友睇下先啦。
再落嚟呢一隻呢，就相對熱門少少啦，係叫做126713 GRNT， 係 GMT Master 2嘅其中一個款式啊。咁呢隻都算係入門版嘅標款之一嚟噶啦，但係如果一計正式售價呢，都過10噶啦。而佢跟機呢，都係採用近年最新出嗰啲珠珠錶帶啊，真係嗰個相似度呢，勁高嘅。呢一啲款係啱晒一啲香港人做運動啊，攞嚟炒款啊嗰啲錶款嚟嘅，所以周街都有人戴嘅。正因為咁樣，相似度更加高啊！再落去呢隻真係周街都有人戴噶啦，因為最入門嘅版本啊，116610黑水鬼啊，我諗你身邊梗有一個朋友戴緊啊！呢一類型嘅手錶呢，其實價錢上喺華強北呢，絕對係有驚喜嘅。但係始終一分錢一分貨，如果你諗住幾嚿水就可以買到呢啲質素呢，咁就真係冇可能嘅。但係又調翻轉，2000零蚊可以買到隻咁高質素嘅機械錶呢，又絕對唔貴嘅喎。而最後仲有2款，就同黑水鬼差唔多一樣噶啦，就係 GMT Master 2嘅6針啊。而華強北嘅款呢，係做得好貼地嘅，佢有舊式嘅鋼帶錶款啦，新式嘅珠珠錶帶款呢，同樣你都可以選擇。亦都部分嘅 model 咧，會因應佢嘅機芯唔同咧，亦都有價錢上有少少差異嘅。而就算係佢個錶面上面嗰個陶瓷圈啊，你同樣可以轉動到噶，佢個聲音同真嘅接近一樣。我對比翻自己嗰隻咧，真係完全感覺唔到有分別啊！好，咁今集為大家介紹下華強北嘅機械錶咧，呢一段就去到呢度啦。我哋之後落嚟就睇翻我哋